台语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出名台语歌曲江蕙，2005年宣布退休，拢总差不多有60张个人的专辑。出名歌曲实在是讲袂完，其中一首就是拄拄进入演艺界无偌久的作品，歌名就是《唔想伊》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就是伊读做伊第一条。伊是咱台语声韵的单韵母，汉语意思代表唔是你，嘛唔是我，第三人就是伊，有可能是神，是查甫、动物，或者是无生命的物件。若超过一个以上，咱就讲因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字。头一个字就是送伊鱼，较输教伊掠鱼。这句话意思，我中文所讲的。放互囝千金，不如教伊一个；救济别人，不如教伊专家的技术。第二个读做细汉烦恼伊袂大，大汉烦恼伊袂出。这是讲到父母疼囝长流水的心情。为囡仔细汉到大汉，拢是会操烦，还佫袂放心。咱用一句话来激励，甲这两个字夹做伙。比如讲，古早人讲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把儿孙做马牛。送伊鱼，较输教伊掠鱼，规气就放互伊去自由发挥。若无细汉烦恼伊袂大，大汉烦恼伊袂出，安尼就永远无法度大汉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伊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